张善战道，积浊引情乎善。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，急其志也，达乎天地。哎呀，这些学子们啊，到了京都，租房就不便宜。这家境贫寒的，就得想点赚钱的法子。人是真不少啊。那是啊，天下读书的种子，这会儿都在咱京都了。这菜真新鲜啊！来，还有这岁数来考的，这肯定是考了好几回的。每一次都抱着希望来。大浪淘沙嘛，总有那不能如愿的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春闱是什么？那是国之恩典啊。还有呢？这就是大人所说的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。是啊，多年寒窗埋头苦读，为的就是这么一次机会，一个本来应该公平的机会。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；素夷狄。春闱舞弊，你听说过吗？哥们，够肥的，这监察院的吧？这一看就不是跑远道的。我就没拿东西，要不然我就别跟我打岔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在上位，你随便说说。下，在下位不言上，正义而不求于人。那我就随便说说。则无怨。这春闱之前呀，很多学子那都已经登门拜师、卖身投效了。这些人考都没考，就把前程定了。考场不过就是走个过场。来百公里，柔远人也，怀诸侯也。修身则道立，尊贤看这一段跟书上的一样。还有这一段。那他们呢？他们，哎呀，没这个命。这些事儿监察院不知道吗？多少也知道些。不是监察百官吗？这都不查。能收门生的，那都是真正的大人，不好查。有些人他根本就不敢查。这多少年不成文的规矩了，大家也都习惯了。可对于他们来说，一生就这么一次机会。也有些名额是留给考场的。这不公平。大人，想什么呢？其实也没想什么，没几天就是春闱了。这个时候知道家乡没了，史产力还怎么考？等等吧，一处也守着呢。等他安心考完，再看看该怎么办。大人，真的是不一样啊！又哪儿不一样了？这要换做其他大人呐，谁会在乎这些？总得把人当人吧。到家了吗？一会儿下来看看吧。就是敬仰小范大人啊，一点小意思啊，收下收下啊。那不是辛弃物吗？嘿嘿，没错。好几位看着都眼熟，朝堂上见过，这会儿都穿着便服了。穿官服那不是不好看吗？我那点心意啊，都在里边写明白了啊。告辞告辞。小范大人不收礼，不收礼。真的没有，拿回去吧。让让让，大
这都是为了春梅啊！嘿，可不是吗？走吧，哎绕后面。太子这是专程拆家来了。大兄，对不住啊，刚才这东西它不转了，我寻思帮他一下，结果可能帮猛了。那什么，不行，我多少钱我赔给你吧。说笑了，殿下还是先上岸吧。好。太子什么事儿亲自登门啊？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呀？我都可以。我是来劝架的。我跟谁打了？你跟二哥斗成那样了，禁足半年，作为亲兄弟，我心里能舒服吗？不得来劝解一二啊！这是假话。还能再假吗？那真话呢？真话呀！哎，来了！有人喊他吗？心诚则灵。真话。你让二哥不痛快，我心里很是痛快，所以啊，亲自跑来给你送礼来了。殿下这是真不拿我当外人。你跟二哥作对，咱肯定就不是外人。不过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啊？金银首饰、名贵药材，我就都备了一些。多谢太子，我都喜欢。洒脱。太子殿下不是专门来送礼的吧？主要是送礼。主要啊，还有一点小事。有多小？几个小小的名字。那春闱使胡明、超路是由你监督的吧？到时候这几个名字帮我扫一眼。殿下是想要我做什么？什么都不用做呀，抄录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做就足够了。也没什么别的事儿了，我先走了啊。本来啊，这都是我下边人过来送的，后来我一想，咱是自己人，我也想你了，就亲自过来了，也显得用心。殿下真是用心了。哎，史家镇有活口啊，这都听说了。这事儿跟二哥走私有关系，我自然惦记在心里。后来怎么样了？那人是个考生，暂时没说，想等着先让他考完。按你说的办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莫送，我能找出去，反着箭头走就好了嘛。大人，林相府遣人捎信儿，请您挪步登门。相爷，您瞧瞧这个可以吗？可以。师伯，不必拘礼。来，你帮我看看。啊，哎呀，这最近胡子白的有点多啊。是有些。哎，要不你帮我拔几根？我拔。自己不好动手的，疼啊。来，再拔，拔。
再拔。不，不拔了。师傅啊，也不至于这么疼。哎呦，我是吃不了苦的，我更怕疼啊。怕疼剪了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剪了还长，拔了治本啊。哎，今天就拔到这儿吧。啊，相爷，此人身世清白。可以。范闲，你看我这胡子还算齐整吧？精致。这做官啊，跟做人一样，细节处要留心。最要紧的是不露破绽。师伯这是要干什么？大宝爱吃红果，给他挑点好的。大宝吃起来嘴急，我怕里边的核啊硌着他。小范大人，下人做这个，相爷啊总是信不过呀。太子找你了？传得这么快？给你送名单？是。他说洪明朝录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用做。确实不用你做，有别人动手，你只当没看见。没看见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让选定的人金榜题名。洪明抄录的时候，就把人选出来。选中的人必定上榜。那要是文章不好呢，就没有人质疑吗？总会有办法的。所以你这个位子极为关键。你可知道，各部百官、皇亲国戚，有多少名单要送到你手上？知道啊。这些天啊，都是来送礼的，没一个留名字，每个礼盒后面都带着纸条。那些都不入流，有分量的都在这儿呢。怎么在您这儿？我拦下了，让袁先生帮你筛选了一档，名字精简了不少，你记住这些就够了。不是春闱吗？就不能各凭本事吗？这不仅仅是名字，更是人情世故。范闲啊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会做学问，更要会做人。慢慢就习惯了。见过郭征了？师伯这都知道。郭征原本是御史大夫，郭攸之入狱以后，暂领礼部尚书一职，春闱科举诸般竞技，你得多问问他。我跟郭征是见过一面，只是不怎么谈得来。师伯，郭征主导翻修考院一事，不合规矩，毕竟多年为官，都摸透了。怎么让规矩保护自己，你将来也得学学。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
狠心，过了春闱这一关，你未来仕途不可限量。太子去见他了，坐着。是。之后范闲又去了林相府上，上赶着打招呼啊。殿下，咱们这儿也好几个呢，要不然也送一份。今年不了，这可都是对您效忠的学子。今年凭运气，这坑都挖好了，咱们可不能自个儿往里跳。哎，你说，今年春闱，范闲会按照往年的规矩行事吗？多年的约定俗成，谁还能坏了规矩啊？他不一样，别人习惯的呀，他未必习惯。老王，在呢。刚听说春闱舞弊这事儿的时候，我还真动了心思，要把陈科击毙一扫而空，还天下学子一个清白公正。大人是忧国忧民呐。可才这么一会儿，太子和林相就把名单递到我手上了。我能怎么办呢？要跟老二斗，离不开太子的支持。林相就更不用说了，春闱之后和婉儿成婚，这就是一家人。他们给的我不想接，但不能不接。大人是情非得已呀。你知道林相跟我说什么吗？说什么了？他说所有人都习惯了，要我忍一忍。我若是忍了，将来也就习惯了。所有人都习以为常，我又何必去当什么出头鸟？我此刻出了头，那就是满朝皆敌，刀剑如雨。要不我就忍了。大人前途无量啊！凭什么所有的祸都要我来闯？凭什么我就得面对众叛亲离、人间荣誉？老王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我没那么特别，我也没那么勇敢，我也没那么正义。大人问心无愧啊！本来就问心无愧，我本来就问心无愧，犯错的又不是我。大人，没有人与您争执啊！大人，石禅那几人并无异常，您知道，我就是看看。大人自己去。
吃完再看。起来，来。杨兄，你是范兄？是。杨兄怎么不上桌？这是自家带的，不好意思占店家位子。这是借书下饭吗？怎么不在屋里读书啊？范兄，这屋内烛火是要收钱的，这儿不用。杨兄有些拮据。范兄说话太委婉了，就是穷。小二，哎，来份烧鸡，来盘牛肉，来壶酒。客官您不上桌吗？上什么桌啊？就这儿挺好。哎，好。范兄，你这是？啊，相识就是缘分，咱俩喝一杯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你将来回请我就是了。哎，不必如此。一饭之恩，当谢了。哎，二位客官，慢用啊！哎，客官，您的菜齐了，慢用啊！范兄见笑了，这太久没吃肉，实在是忍不住。常有的事儿。那我自便。之前在考院听杨兄说，你想做官。我们来京都是为了什么？做官。那我们来考院做工是为了什么？也是做官。讲，做梦都假。是为了录取功名，光宗耀祖？不是，因为我忍不住。范兄，这科举不公，百官舞弊，外面恶殍遍野，这边是朝堂党争，这天下谁人不知？可是呢，还是一片寂静。这侯兄让我忍，可我想，如果这世间不公，我也能忍。这圣贤书，不就成了废纸一堆？所以范兄，这世上总要有人撞个头破血流。你看，如果我要是金榜题名，这血是不是溅得高些？这声响是不是大些？这听到的人是不是多些？我想做官，是因为我不想认。杨兄这做官的愿景，可是条死路。死路一条。可是范兄，有这人读书读傻了，认死理儿，见笑啊。杨兄，老邓辛苦啊！这2天接着盯客栈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，职责所在。走，咱们走，回府啊，去监察院。这会儿咱去监察院呢？又想看碑文了？我说什么？想起入谁处？我又听见了。不是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思虑洞达啊，志如渊海。哎，大人真神人也！走了。
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。弃捐勿复道，努力加餐饭。胡明超路是由你来监督吧？到时候这几个名字帮我扫一眼。这不仅仅是名字，更是人情世故。在这个名册上，都将会沦为废稿。如果我要是金榜题名，这血是不是溅得高些？这声响是不是大些？这听到的人是不是多些？其实我也知道，我根本就上不了榜，该分的都分完了，哪还有我们的份儿啊？不过我一穷书生，我还能怎样？半仙，你看啊，千里万里奔赴京都，春闱对于他们来说，不光是一次考试，兄台，你看，更像是一种希望。我最喜欢这几句。让开，光了。舍不得烛光前，但还是想有光。谢谢。我娘她活着的时候，想要彻底改变这个世界。不光是改变世界，你娘还说要改变的还有人心。那个时候，她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，又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，让庆国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光。可她还是死了。但是那道光留下了痕迹，许多人都因为它而改变了。我有时候常常想，以我娘的本事，她当年选择换一条路，也会活得很好。可她还是燃烧一切，留下碑文。可如今，已经没多少人记得了。你说她后悔吗？绝不后悔。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没有见到，但是我相信叶青梅绝不后悔。她不怕吗？她只怕自己的光燃烧得不够强烈。唉，没想到啊，有一天我会当闯祸的人。我想闯个祸。好啊，去吧，闯多大的祸我来接着。总不能什么锅都让你背。什么锅？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挡箭牌。还有人比我能挡箭？那是天下第一挡箭牌。范闲让你传话给他，哼，老奴也觉着匪夷所思。你看这么多年，也没见过小范大人这么办事儿的。传什么话？他恳请陛下传令唤他入宫。传。哎，遵旨。
才行。小范大人，龚统领，有事儿？这么晚了，您这是？陛下召见。现在，按规矩，这时辰，外臣不能入宫。陛下的旨意才是规矩啊。职责所在，公公见谅。陛下，范闲到了。陛下，臣听闻您前些日子被火药炸了，臣是心神不宁，特地调配了一些烧伤药，还有啊，您每日操烦国事，臣还准备了一些安神补气的补药，这个每天晚饭后熬煮服用。这烧伤药是外敷的。还有什么？没了。你说你心神不宁，朕怎么不信呢？朕已经被炸伤好几天了，你现在才来？调配药膏花了些时间。还有，你想让朕召见你，干嘛绕这么大圈子？给谁看呢？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陛下。行了，有什么事儿快说。陛下，您相信臣吗？想说什么就说。陛下知道春闱舞弊一事吗？臣自做了居中郎以来，每日收到许多纸条，纸条上写满了名字，而这些名字都是被人事先选好、预定要金榜题名的。接着说。臣斗胆想为这次春闱求一份公平。你要公平，找朕干什么？臣怕牵扯太深，臣一人担当不住。放眼庆国，能挡这场风波的，就只有陛下您。你是想让朕当挡箭牌？不是为我，是为庆国。你这口气怎么这么像赖明成啊？对赖明成的死，你是不是心有怨气呀？是。不该有。是。你倒挺坦诚。冲你这份直率，这剑朕给你挡了。谢陛下，那臣先告退了。哎，把药给朕敷上。陛下召范闲入宫，这时辰，若非大事，绝不会深夜召见。没看错，宫典亲眼所见，他也觉得非同寻常，第一时间将消息传过来。那知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？宫典说，连侯公公都出来了，里面说了什么，再无第三个人知道。连侯公公都出来了。可以了，让宫典到此为止，不要再继续往下问。他的身份至关重要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再向我传讯。是。就是不知道陛下到底和范闲说了些什么。说什么无关紧要，深夜召见又是单独入宫，范闲在陛下眼中过于看重了。
下，这事儿啊，我实在是办不了，还请殿下见谅。听说陛下昨日召你入宫了，确有此事。那陛下有交代什么吗？陛下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说。那我也什么都没问。殿下，这次春闱啊，还是各凭本事吧。本该如此。小秦大人，小范大人，我猜你啊就会走这条路。为什么？你怕见人呢？这不证明咱俩有缘吗？小范大人，我在军中的时候呀，欠了些恩情。这几个名字呢，还请小范大人照顾一二。抱歉啊，人数不多，还请小秦大人帮我往外传话。什么？本次春闱不论门生，只看才学，不论谁的名单，我都不接。昨晚陛下召见，可就是为了此事。陛下可什么都没说。哦，明白，什么都没说，我也什么都没猜。师伯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春闱这事儿啊，还得按规矩来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也是情非得已啊。我知道陛下昨晚召你入宫，这会儿所有人都会认为是陛下让你如此行事。我了解陛下，以他的行事手段，要么动如雷霆，扫清一切诸般弊端；要么草蛇灰线，伏没千里。哪怕水到渠成，也不会让人看透心中所想，绝不会像这样半夜急召，最后还不痛不痒。这不是陛下的手段，是你借陛下遮风挡雨。师伯真是了解陛下，没人能真正了解他。秦国历代君王，如今这一位，最能看透。哎，师伯过谦了。别转话题，问你呢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其实我就是想，哪怕就一次也好，让这春闱科举有法可依，有理可循。京都百官都盯着春闱呢，难道你就不怕？怕呀，这不拿陛下顶多了吗？我不就看穿了吗？我若说穿，你当如何自处？是我可是自己人啊，总得留条活路吧。我凭什么饶你？就凭婉儿非我不嫁呀。没了你，大不了婉儿再找一个。师伯说的对，师伯消消气。真不明白是命数还是劫数。婉儿怎么就能看中你？我也挺优秀的。让春闱有法可依，图什么？啊？你这么做，你能得到什么好处？其实师伯上次说的话，我听懂了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嘛。所以我也想过，
随波逐流，与世浮沉，有什么不好啊？看不惯的事儿嘛，忍一忍，将来就看惯了。但是不行啊，我夜里睡不着，心里边煎熬。有3个字，就那么翻翻滚滚的，怎么也压不下去。哪3个字？不公平啊！那是4个字。最后那个“阿”字不能算吧？都是读书人，遣词用字亦当谨慎。下次一定注意。不公平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哎，你说这个世上有公平吗？没绝对，有相对。什么？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，就好比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家财万贯，有的人一贫如洗，有人才思敏捷，有人大智若愚。而春闱的意义就在于给了所有人一个相对公平、改变命运的机会。要是连这唯一的一次机会都不再公平，这世间该有多荒唐！好吧，就让京都公平一回。你再去见一次礼部尚书郭正，我都安排好了。春闱的忌讳规矩问得详细一些。你为他们争公平，别让自己落陷阱。关贤，如果这个世间就这么荒唐，又该如何是好呢？不用回答，问你自己。去吧。公平。小范大人，郭大人，又见面了。一直在等候小范大人。哎呀，这个郭尚书所知规矩甚多，我这次来找您呢，主要是想请教一下春闱相关的规矩。林相都提点过了，千万别说请教。小范大人那么聪慧，其实都可以自己参透的。
我不过是锦上添花。早就准备好了。小范大人能者多劳，春闱之日，事务不少啊。开考之前要稽查举子之责，春闱3日要在场内监察巡视，春闱后还要监督胡明抄录。春闱科举是本朝第一大事，规矩忌讳多不胜数，光说不过来，就都写下来了。一应细则尽在其中，小范大人只要费心看一看，可保春闱当日再无疏漏。如此厚恩，何以为谢？哎，小范大人，啥？过来啊，去那边。这住。啊，那直。郭大人，哦，孙大人，春闱在即，忙啊，忙。您忙。郭大人辛苦啊！谢谢。现在就盼着小范大人早日著书立学，郭某就心满意足了。那就多谢郭大人了，告辞。小范大人慢走。怎样？你在后面没听到？范闲身手不俗，小心起见，我可不敢靠近细品。可惜了，你没有看到小范大人感激涕零的样子，我那会儿都有点于心不忍了啊。你给他那册子都写了什么呀？春闱上的各种规矩细节，该写的我都写了，绝不能在文字上故意犯错。这是对的。范闲为人啊，谨慎得很。不过，像春闱这种大事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该写的规矩。既然不该写，那就自然要留白了。还要请谢大人转告殿下，有我在，春闱上定让小范大人犯下禁忌，大罪不敢说，要让天下学子对其敬而远之。郭大人就不怕得罪林相？怕是怕，只不过郭某的那些把柄没在林相手上啊。殿下说了，那都是往年的废旧账册。禁足之后，当亲自登门致谢上书，顺便把那些废纸都一并烧个干净。就请殿下等着看好戏吧。注意点啊！来啊，老冒竹篓。人到了，在屋里呢，都安排好了，没人看见吧？躲开了府里所有的人，您放心，没人看见。真是饿坏了。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这一趟从北齐回来呀，可以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。幸好
我跟老郭绝代双骄，不管是什么排除万难，各施巧计，这才虎口脱险，重返京都。你俩现在关系不错呀。英雄惜英雄。哎，少爷，您看您这都荣归故里了，我得请您吃个饭，接个风，咱俩商量商量吃什么。哎，我请你啊！哎喂，我请你，我请你吃，我请。来吧，稍啊，咱中气别这么做。怎么样的？我请。我的潜伏日记。辛苦你了。他说你叫我来是为了救我爹性命。是这样，春闱将至，我有监督职责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春闱有许多禁忌，我不太清楚。我也不清楚。但你爹曾是礼部尚书。你想要我爹帮你，所以让你回来，看见你，你爹才能放心。哎呀，这么早就开始计划应对春闱了？其实老二提出让我监督春闱之时，我就已经在准备应对之策。现在看来，时机刚好。你们啊，一个比一个心黑，是心细。行了，说吧，你打算怎么救我爹？我来安排。过几日先转入监察院大牢。那还能救得出来吗？我是监察院提司，你觉得呢？不过有一点啊，你爹结党的罪名并非是无限，我可以保他性命，但是再想做官是不可能了。我知道，能保住性命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我同我爹讲，让他把知道的春闱的诸多事宜跟你讲清楚。这是什么？现任礼部尚书亲手写的册子，春闱的诸多禁忌都在里面。但你不需要我爹了。恰恰相反，这册子就得你爹来看。你是怕这本书里写的有陷阱啊？小心为上，有没有陷阱，令尊来判断。行，那走吧，去救我爹。哎，不急这一会儿。司者，这一路舟车劳顿，你们俩都辛苦了，先休息几天，注意别被别人看见啊。那是自然，十分小心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来吧，首先欢迎二位回家。是不是有些尴尬？是不是有些味儿大？你俩要不洗洗，都臭了。我臭吗？哎，行，走走，我给你搓搓。走，快！这怎么也没个守卫啊？这不废话吗？这是刑部大牢，这儿你也管得着啊？这点手段还是有的。那你既然这么有手段，你别光想着给他送吃的，今天把他救出来得了。你别急啊，等转到监察院就好办了，就1-2天的事儿。放宽心，这回不骗你。你都骗了我好几回了。郭少，怎么你跟我说话，我就觉得味道不对呢？我洗过了。你还是闭嘴吧。儿子，娘又来看你了，多吃点好吃的呀。你想娘了没呀？要照顾好自己的呀。娘，哲儿回来了。你怎么白天就来了？白天不行吗？
这什么意思啊？范闲，怎么，老夫命数当绝了？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你们心目中到底是什么一个形象。爹，我来了，爹。你终于还是落网了。什么终于啊？从你说要审死范大人，我就知道你迟早会有今天的。哎呀，老夫感谢范大人，还给犬子留了条性命。爹，行刺都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在他麾下做事。原来如此，犬子才识浅薄，范大人能不计前嫌，给他一个机会，真可谓宽宏大量。要不你俩这边聊？啊，好。爹，我很有用的。这些时日，我一直潜伏在北齐都城。你去北齐都城干什么？掌管一众暗探，主持密报，收集。真的？真的呀，爹！我潜伏至今，毫无破绽。北齐这是要亡了？那倒也不至于。爹，您说这话就有点太不信任我了。这么些年了，你还是不了解我的才华。哎，爹，怎么了？竟然不是做梦。我这也是精神不济，大白天的就睡着了。不过也好，又能在梦里见到你，娘心里还是欢喜的。娘，您没做梦，我真回来了。他们可别这会儿叫醒我。娘，真不是梦。娘，您打我干嘛呀？梦里不会疼，你疼吗？疼啊！儿子，你真回来了，太好了！不是，那您做梦您打我也不管用啊！哎，别，娘，真疼！您别哭了。回来就好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不用了，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这回是偷跑回来的。原来长公主和二殿下才是同盟，这真是没想到啊！爹，二皇子跟范闲不对付，这次春闱是要给他下套。你帮帮他，他答应了，事成之后立刻放你出去。郭先生这是做什么？感谢小范大人救犬子一命。哎呀，不是救我，是救你。哎呀，我出不出去无所谓，只要能救犬子的命，就是让郭某赴死，也是理所当然。我说话算话，一定救你出去。